新竹市的香山運動館去年才剛啟用，最近卻讓人發現講，這游泳池的天棚已經翹起來，甚至升高。在咧水池內底，還有這規地落去的油漆。市府表示講，會趕緊請廠商針對這個問題來改善。民眾趁假日休困來游泳池運動，不過邊仔水療池頂懸的天棚有落漆，又要升高。當地議員指出，才啟用無一年時間，香山運動館竟然出現這款狀況，要求市府相關單位應該負責任。游泳池旁的水療區，它的天花板大面積的剝落、發霉，漆面甚至直接掉入池裡，這是公共衛生的嚴重危機。當初的防潮工法和驗收到底有沒有做好把關？市府應該要立即要求廠商來在保護期限內做好維修。對我來講是不太影響的，只要沒有安全上的顧慮，我覺得都還好。是有聽人家講說的，可是我沒有覺得可能就是小部分有怎麼樣的。議員講有家長反映帶囡仔去參加游泳課，說因為游泳池無藥劑通用，迄個水質無合格，造成停課，害大家白走一逝。市府回應也要求廠商趕緊改進。市府已請廠商規劃進行改善修補，並同步因應材料特性或環境因素，如高溫高濕等原因，要求廠商依契約負起保固件數完成修復，確保設施品質符合應有標準。市府指出，後續會針對游泳池的欠點，要求廠商趕緊進行相關改善工程；來針對部分缺失，要求相關單位愛做好管理，讓民眾一個舒適的運動環境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